扎西迪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0号，公元2018年8月3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年轻一代学习古印度智慧来解决毒品问题；达赖喇嘛尊者重申中间道路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特函致哀美国参议院麦克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办中间道路培训会。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维瑟被判5年徒刑，维持原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三8月22日在达仁萨拉官邸接见冈格拉地区警察总监时，强调青少年应学习古印度智慧来解决吸食毒品的问题。8月22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官邸接见了达仁萨拉所在地冈格拉地区警察总监，就当前青少年滥用药物和毒品进行了互动交流，并予以了开示。Modern India, I think you neglect about the ancient Indian tradition. 我认为现代的印度人忽视了古印度传统的文化，因此年轻一代由于缺乏提升内心平静的知识，所以他们依赖于镇静剂、药物和毒品等等。健康的身体重要因素之一是拥有健康的心灵，而后我们的目标才应该是快乐的人生。在这方面，古印度的文化可以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尊者最后还呼吁现代的教育机构和教师们应该让学生更多的关注和学习提升内在的价值方面的知识，年轻一代就不会依赖于毒品。Bring inner peace. 与此同时，8月22日当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仁萨拉行宫接见了流亡社区阿里同乡会的成员时，尊者重申了中间道路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在开示时表示，西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和学者也认为，西藏从未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尊者强调，事实上，中国文史显示，西藏、中国和蒙古是自由的国家。公元7、8、9世纪，西藏不仅独立，而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藏汉学者根据具有权威性的史书，证明西藏从唐朝到满清王朝，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尊者还表示，目前中国大约有4亿佛教徒，其中许多信徒追随藏传佛教。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和西藏也分享了师徒关系。实际上，藏传佛教可以带动中国大陆的宗教发展，同时对中国的社会和谐将带来极大利益。达赖喇嘛尊者还回忆了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明智建议。但是上世纪60年代初，尼赫鲁总理表示，与中国建立关系至关重要，而不是仅仅依靠联合国才符合西藏的最佳利益。最后，尊者向大家表示，因此中间道路于1974年被公开宣布为寻求解决中藏问题的途径。几十年来，事实证明，只有中间道路才能对中藏间带来确实利益。另外，上周日8月26日，达赖喇嘛尊者向美国参议院约翰·麦克恩逝世表示哀痛，同时致函慰问参议员遗孀辛迪·麦克恩等逝者家人。尊者在调研信中表示，至此悲伤时刻，在此向您和您所有家人、亲友表达我深切的哀悼和至诚的慰问。尊者还表示，很荣幸能够于2008年在科罗拉多州亚斯本见到麦克恩先生。我非常敬重他多年来为美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最后，尊者表示，我非常感谢麦克恩参议员对民主、人权和整个环境的关注，特别是对西藏的关注将铭记于心。此外，本周一8月27日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达仁萨拉附近的行政培训中心举办了认知中间道路政策培训会。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两位秘书长及相关官员、西藏妇女协会、全球中间道路民间运动组织、西藏3区联合组织、康藏同乡会、阿里同乡会等的29位代表参加了该培训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先生向与会者表示欢迎，随后介绍了中间道路的政策及其发展历程等。特邀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致辞时表示，在此向今天来参加中间道路培训会的所有成员问候致意，大家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这次的活动，感到高兴。藏人行政中央对各流亡藏人社区已做了传达，大家都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精神，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号召，秉持热忱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努力。今天本人到这里来，主要是向大家问候，也为大家平安抵达而感到高兴。刚才由达波索纳诺布秘书长介绍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间道路的重要性，以及与中国政府间的互动等。司政洛桑森格还向与会者介绍了什么是中间道路、中间道路政策的战略意义、第14届和15届嘎夏的工作进展状况，以及国际局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司政同时强调，在研究中间道路政策时，必须考虑4个重点领域，即官方和非官方层面与中国的对话、印度政府及其人民支持流亡藏人成为最成功的难民、全球支持西藏中间道路政策、实现境内藏人的愿望等。此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办的为期3天的中间道路培训会于8月29日圆满结束。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维瑟的律师梁小军于8月23日在其推特上推文表示，扎西维瑟的5年突袭上诉由青海省高级法院驳回。该推文进一步指出，扎西维瑟提出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均违背青海省高级法院采纳2审维持原判。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维瑟于2018年1月出现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主张母语教育后被中国当局指控为煽动分裂国家罪，而被判处5年徒刑。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表示，上诉后法院对扎西维瑟的不公平判决维持原判，这并不奇怪，中国自始至终在违反国际法和国内法。扎西维瑟的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撤销对扎西维瑟含糊不清的指控。2018年1月，中国当局拒绝了美国、加拿大、欧盟和英国的代表参加扎西维瑟的审判。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